后来咱家己生产的畅水军舰海鲲号，伫咧延前超过2个月了后，这礼拜总算是完成铺航的测试。想袂到参这中国嘛要提起做认知的作战。有网友伫咧社群媒体用微博的相片来惊体讲，这个海鲲号的船体扑起来变形了。台船公司赶紧出面来驳回，讲这个扑起来的部分是成立这个系统的一部分，绝对无变形的状况。尖港国造海鲲号这礼拜完成头一摆铺航测验，写下国防史上重要里程碑的同时，敢若嘛正做对方认知作战的目标。网友引用微博号码相片，顶面除了台船人员徛一排，正中央船体扑起来所在真显目。普文内容嘛讲，台湾海鲲舰艇在5点钟后船体变形，不过对照海鲲号过去的相片，就当清楚看到网友普文内底讲的变形扑起来所在，其实本来就是船艇的设计，扑起来所在嘛哪一回。除了单纯的辟谣之外，其实不管是广播还是台船，应该预先告诉国人可能会有哪一些的谣言出现。台船嘛发出声明驳回，扑起来所在是被动设计成立，因为成立后台内底装高精度电子成立关键才会扑起来，并不是船体变形驳回谣言。那和海桥进度直接相关的预算，咁会出现改动提起，嘛正做关注焦点。今天是要对外公开的这一个透明呢，当然呢，对国防部来讲可能有一些困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说这都是在立法委员所监督的范围之内。按照顾立雄的说法，是潜舰要潜下去进行战术测试完以后浮起来完成海测，才去动之解冻了50%的预算。延前77天的海桥总算传出好消息，调亚立委伫咧国会顶进度，希望后续测验迈当顺利通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